今日有位表友攞咗隻萬國手錶過嚟，話而家隻錶走時唔穩定，成日行下又停一停。我哋就先拆開隻錶睇下狀況，打開後蓋之後，第一眼見到就係大鋼輪上面有好多金屬碎屑，仲有係自動陀芯位置一嚿嚿變質嘅油泥。初步判斷應該係隻錶長期冇做保養。再拆開機芯日曆部分，見到機芯夾板底下都係變質咗嘅油泥同污漬，齒輪之間卡滿咗油泥，連潤滑油都變質晒。呢啲就係造成手錶行唔順嘅主因啦。將成個機芯完全拆晒出嚟，逐件零件慢慢清洗乾淨。呢啲就係清洗好嘅零件，晾乾之後準備重新裝配。裝好清洗完嘅機芯，再裝返錶盤同錶針，機芯放返入錶殼，成隻萬國保養好晒，靚靚地完成啦。